各位街坊老友記，歡迎來到人民往事。如果問你邊一首歌最能代表香港人嗰種豪情萬丈、笑看風雲嘅傲骨，大家一定會不約而同諗起嗰首《滄海一聲笑，滔滔兩岸潮》。而寫出呢首神曲嘅人，就是我們永遠嘅鬼才黃霑。喺大家印象裏面，霑叔永遠都係大口大口笑，粗口爛舌，得嚟又才華橫溢，好似呢個世界無嘢可以難倒佢。但你可能好難想象呢一位寫盡人生豪邁嘅鬼才，現實中竟然試過因為投資失敗，一夜之間背負千萬巨債，甚至喺人生最落魄嘅時候，慘遭深愛多年嘅才女拋棄，令佢一度清醒到想跳樓結束生命。一個企喺影壇同樂壇巔峰嘅傳奇，點樣喺一無所有嘅廢墟裏面，依然可以大笑三聲，硬生生將一手絕路牌打成豁達大師。今日就讓我們用最真摯嘅情感，一齊揭開黃霑這段滄海一聲笑背後最真實、最震撼，亦係最高級嘅清醒人生。黃霑嘅人生起點簡直就是天才嘅模板。佢自小跟隨家人從廣州移居香港，喺深水埗長大，讀書極之聰明，後來考入香港大學中文系。霑叔天生就有一股反骨同傲氣，畢業之後佢做過廣告，做過電視主持，但最令全香港人驚嘆嘅，依然係佢嗰支驚世駭俗嘅填詞神筆。喺70、80年代，黃霑與金庸、倪匡、蔡瀾並稱為香港四大才子。佢嘅創作速度快到令人難以置信。《上海灘》呢首神曲，據聞佢只用咗20分鐘，喺肚痛上廁所嘅時候就填好詞。佢寫情，寫出問我嘅瀟灑自若；佢寫家國，寫出獅子山下呢首激勵了幾代香港人嘅精神支柱。只要霑叔出手，就注定係經典。嗰陣時嘅黃霑企喺名利場嘅最高峰，出入豪車，揮金如土，夜夜笙歌。喺無數人眼裏，呢個才華橫溢、放蕩不羈嘅男人，似乎一世都會咁樣風光落去。但名利場嘅風向話變就變，很快一場將佢人生徹底擊碎嘅驚天風暴，就喺最繁華嘅時候悄悄向佢襲來。到咗80年代末，黃霑唔再滿足於只係填詞，佢雄心壯志同當時嘅摯愛著名才女林燕妮合組黃雨林廣告公司，之後更加投資開拍電影。邊個知商場如戰場，霑叔空有一身才華，卻無經商嘅精明。幾部電影票房慘敗，加上投資失利，令佢一夜之間背負了高達數千萬嘅驚人巨債。嗰陣時追數嘅電話由朝響到晚，銀行戶口被凍結，甚至連名下嘅物業都差點被拍賣。昔日揮金如土嘅四大才子，瞬間變成連出街都要避開債主嘅落魄窮光蛋。然而金錢嘅打擊還唔係最痛，感情嘅背叛與決裂，差啲要咗佢條命。黃霑同林燕妮相戀多年，一直被譽為香港文壇嘅金童玉女。黃霑對佢更加係愛到入骨。但就在黃霑破產、人生最低谷嘅時候，兩個人嘅矛盾全面爆發。1990年嘅除夕夜，全香港都在歡度節日，林燕妮卻在黃霑最無助嘅時候，狠心提出分手，並將佢趕出家門。當時黃霑一無所有，一個人企喺尖沙咀嘅街頭，吹住冷風，兜裏面連坐車嘅錢都冇。據佢後來自己回憶，嗰個除夕夜，佢望住維多利亞港嘅高樓大廈，內心徹底崩潰。佢無數次想過要喺15樓跳落去，一了百了。幸好喺最後一刻，佢骨子裏嗰股傲骨拉住了佢。黃霑清醒過嚟，佢同自己講：我係黃霑，我唔可以咁樣死咗去。正正係呢一場將佢剝光豬嘅人生大火，逼出嚟一個更加強大、更加通透嘅鬼才。就喺人生最落魄、最絕望嘅時候，大導演徐克到黃霑，請佢幫電影《笑傲江湖》寫主題曲。當時黃霑一邊躲避債主，一邊被情傷折磨，寫咗6稿都被徐克退回。換做普通人可能已經放棄，但黃霑反而被激發出內心最深處嘅清醒與傲骨。佢隨手翻開古書，看到大樂必易4個字，突然大徹大悟，最極致嘅江湖不就係最簡單嘅音階？於是佢將中國傳統嘅工商角子語倒反轉彈，順手寫下了那首傳世神曲《滄海一聲笑》，豪情還剩了一襟晚照。呢首歌寫嘅根本就係佢當時破產一無所有，卻依然敢傲視命運嘅真實寫照。歌曲一出，轟動整個華語世界，更幫佢一舉奪得金馬獎同金像獎，正式宣告鬼才強勢回歸。企返起身嘅黃霑開始了佢驚人嘅還債人生。佢放低昔日四大才子嘅身段，只要有錢賺，佢咩都接。佢瘋狂填詞、拍電影、演搞笑角色、主持深夜節目《今夜不設防》，甚至連婚禮、剪彩嘅司儀佢都去做。佢清醒地知道面子不值錢，靠自己將債務一分一毫還清，先至係最頂級嘅體面。
而喺呢段瘋狂還債嘅日子裏，命運終於賜俾佢一段真正嘅真愛。佢遇到了比自己細17歲嘅秘書陳慧敏。呢個女人無臨燕妮嘅絕世才華與傲氣，卻有着無比嘅溫柔同包容。佢喺黃霑最窮、最被外界看不起嘅時候，默默守喺佢身邊，幫佢打理繁瑣嘅債務，甚至連黃霑嘅壞脾氣都全盤接受。在陳慧敏嘅陪伴下，黃霑用了短短幾年時間，奇蹟般咁還清了所有千萬巨債。這段平淡卻踏實嘅愛情，終於讓這艘在名利場漂泊了大半世嘅浪子孤舟，到了最溫暖嘅港灣，還清了千萬巨債，收穫了平淡幸福。晚年嘅黃霑非但冇停下腳步，反而活得更加清醒同通透。2001年，佢不幸被查出患上了肺癌。面對這個隨時會奪走生命嘅噩耗，霑叔無怨天尤人，反而哈哈大笑，積極配合治療。在抗癌嘅日子裏，已經60幾歲高齡嘅佢，竟然做出了一個令全香港人震驚嘅決定，重返香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當時有好多人不理解，你已經名滿天下，又重病在身，點解仲要咁辛苦去讀書？黃霑非常清醒咁答：我讀書唔係為咗名利，我只係想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，弄清楚香港流行音樂嘅根喺邊度。2003年，佢硬生生憑住驚人嘅毅力，順利拿到港大博士學位，成為全港敬重嘅硬骨頭才子。2004年，呢位陪伴了幾代香港人成長嘅一代鬼才，安詳地離開了我們，享年63歲。在佢嘅追思會上，現場無播放哀樂，反而一片又一片咁播放住佢親自填詞嘅《楚留香》。千山我獨行，不必相送。佢用一生嘅跌宕起伏告訴所有人，一個男人最高級嘅清醒，唔係一世順風順水，而係當命運將你逼到破產自殺嘅絕路時，你依然敢在廢墟中大笑3聲，拍拍灰塵，靠自己嘅一雙手，清清白白咁將尊嚴贏返嚟，優雅地笑傲江湖。今天黃霑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裏。看完整個故事，你最佩服嘅係佢在20分鐘內寫出上海灘嘅神級才華，還是他在負債千萬、慘遭拋棄後，依然能大笑3聲，逆襲人生嘅大智慧？歡迎喺下方評論區留言，分享你嘅睇法。喜歡我們分享的香港舊時回憶，記得幫忙點個讚、訂閱人民往事，並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期再見。